同时啦，咱即个卫星图，你可能看甲真目色，这就是日月潭哦，对外口外太空所翕落来，但是这是中国大陆所翕的。因翕相包括台北港、新竹科学园区，因呛声讲，因有掌握着台湾的重要设施，包括军事重地甲半导体产业，拢在因的眼下啦。 日月潭的日轮月高，伫卫星空照图明。中国影片标题表明是中国吉林1号卫星翕到的高清影像。那观光风景区包括台北市台北港、基隆河、新竹科学园区，地形、建筑物、街路看现，司机嘛真敏感。就伫光复节以后，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甲《北京日报》小连续甲相片点出来，报道佮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同这个时间，中国中央电视台、社军平台军事微博嘛播影片，几若只歼击战斗机以战斗编组飞起目标空袭，佮讲有几若只轰6克轰炸机前往台湾4颗维亚的空海域展开模拟对抗训练。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团佮讲，伫云顶看台湾的海划线足清足明。中国中央电视台佮标记做兵就爱练。用远程的这照相机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以台湾 的这个 F-16B 来讲啊，要反制这个所谓的歼十战机是绰绰有余，所以这种反卫星跟伪装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在观察这个中共是不是集结，然后进行大规模演习，甚至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，我们也是用卫星。 面对中国威胁，咱台湾嘛强化反卫星甲伪装能力。上时国军嘛咧操演，空军展开天龙操演，陆军陆星1号操演，7天6暝演训，陆航、主电、无人机嘛加入，另外调度新思维，符合现代战场实战化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